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24早起新闻，我是柯北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东地上乡昨暗头5点外发生一站游览车弄到过路人的事故，互人弄到的查甫人吊伫咧车底20多分钟，救出来了后，虽然头甲骹手有挫伤，但是意识是清楚，送病院治疗。详细的事故原因，搁爱调查。游览车玻璃伫大来冲浪之下，亲像地图网共款。23下晡5点外，台东地上乡197县道起点加中号路口发生一个游览车弄过路人的事故。迄时阵游览车要倒返，疑似是山死到无看到路人过车路，被弄的辛苦查甫人直接互游览车加到车底。警消到场，安达伤者搁紧急找拖吊车，斗相共吊游览车的车头，经过20多分钟，总算将查甫人救出来。人开出来了，人出来！好佳在辛苦查甫人救出来了后，虽然头甲骹手真侪所在挫伤，毋过意识清楚，送去台东马街病院治疗。驾驶酒测值为0，该起交通事故详细发生原因，由本分局交通小队深入调查厘清中。条条过路人行伫斑马线被弄，政府修正道按条例规定，若斑马线有人无分管紧，车辆会停乱让人。原定6月30实施，结果后外界批评伤过严格。交通部长王国材日暗时紧急甲内政部长林佑昌联络，决定暂慢实施。会调向过路人伫接近斑马线或者是过中心线爱停车让人的方向研究，下礼拜才会定案。不要说有人在人行道就完全要停等，可能是人在这个近端就是在中央分隔线一半的这个地方在这个范围内来讨论执法的空间。道交条例修正也搁有提悬无让停过路人，罚金上限到6000，搁爱接受道安讲习。新法还未上路，就引起争议。对新措施是毋是用后台湾消毒过路人地价污名，爱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为着 COVID-19 的患者会食清冠1号汉药啊，不过为7月初一开始，清冠1号袂搁再公费补助。想要食清冠1号，就要家己开钱，大约是1500块到2000块。不过清冠1号伫咧国外算是健康食品，未来伫咧国外可能较简单就会使买到。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若透过国外的电商平台买货，摕登来台湾买，可能就会违反药事法。一寡民众伫确诊了后，捌服用过中药清冠1号，为7月初一开始都爱自费。不过新冠疫情即摆目前也搁伫第4波高原期，第一线的中医师就坦白讲，清冠1号的疗效稳定，政府无搁公费补助，对未来可能确诊的患者来讲无公平。清冠1号呢是一个政府所研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疗效非常稳定。那7月1号呢？如果说政府不再提供公费，那对某些民众来讲呢，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后个月开始要食清冠1号，都要家己开1500至2000块购买。不过中医药师表示，病患会当请中医师开健保给付的其他中药，来解决掉无爽快症头。不过清冠1号紧急授权使用 EUA， 伫明年6月到期了后，目前敢若2间药厂有意愿申请正式的药证。看国外定义清冠1号是健康食品，未来伫国外会当买到的机会，可能比台湾更加简单。在台湾开始药，你在亚马逊在那边卖药，再开台湾供货的话，那就会违反药事。因为他们没有中药啊，那台湾不一样，台湾是有西医西药和中医药，所以国情不同，不可以拿这样来比较了。卫福部中医药师统计，到6月底，服用公费清冠1号的患者差不多171万人，使用总经费拢总25亿外。伫第一线的中医师就呼吁，疫情目前还未结束，政府应该继续补助，保障患者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天狗节等的严重，昨是新增加12个确诊病例，目前已经有39例，主要是集中伫咧仁德区。市政府也当咧喷药大摒扫，但是拄着连假民众临时互人通知讲，爱踮伫咧厝内配合人员喷药是引起侪民众不满。
警方被开锁人开门，防疫人员顺利进入厝内执行自相关程度甲喷药啊。台南天狗节疫情消费线防治工作也无休困，锁定主要疫区的经济区，因为多是有一个廉价都着维修状况。资讯是检查，对啊，为什么我要让检查？都打来骂，口气也都非常的不好。贴单子的时候，李明就直接出来澄清，有人想要找立委，有人想要去机关署，有人想要到市长信箱，甚至打1999，也有人报警。临时接到喷药啊通知，无法度出外，引起不满，有人因为容器积水，互人寄发开罚单，真生气，骂志刚甲基层防疫人员。可能了是有啦，你要无谈，那我这个给他开1000外块，你买落来封呢？因为这个是非常时期，没有办法。大部分的民众拢愿体谅配合，因为台南天狗节疫情佫增加12例，总共已经有39例，其中11例也伫前德区，另外1例伫安南区。台南市卫生局长亲身到场督导防治工作。这4天大家放假，放假除了出去玩之外，回来记得要把积水容器要倒一下，里外看一下啦。过一个年假期间，因着成功里活动中心的采检站也继续咧开，市府呼吁有技术天狗节症状，而且去过前德区成功里、仁和里、甲东区东地里、甲善化节假日活动的市民，主动去接受体检，找出暗藏的病例，防堵疫情个传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报纸。过日节连假第3天，国道路拢会出现上北的车阵。高速公路局估计，今仔日的国道专线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的1.4倍。国道5号早是踢到半暝12点才转好，今仔日下晡1点到6点会启动上北高承载管制，但是可能同款踢到半暝。去年全台诈骗的垃圾钱超过60亿，创下历史的新高。政府下部会处理，但是伫一场会议上，侪基层的检察官是点名金管会、NCC 甲所谓部等等行政机关无作为，互诈骗的问题佫再恶化。随着 OTT 串流影音服务的普及，台湾看有线电视的户数已经相连续22季减少，到今年第1季大约剩462万户，普及的比率是50%左右，创下新低。随着迪士尼的11个频道年底进程会陆续退出台湾，业者估计无爱看第4台的人数会继续增加。戏剧地角里长7月份就要开始播送，不过其中一个导演尤志伟所互人曝光有性骚扰，而且受害者是超过20人。尤志伟本人也透过面册回实咧。剧组昨暗时已经发声明，宣布把尤志伟的名摕掉，也把另外一个牵涉性骚扰的演员柯杰辉内底演的戏拢总裁掉。捌提过金马奖的导演尤志伟和女性工作人员指控伫电影《有关押杀人事件》担任制片助理，甲后期制片职务的时阵，身为导演的尤志伟不止低到啉酒醉，甚至伸手摸女性工作人员的大腿。甲过去讲翕电影的专业形象，加做强烈的对比。易杰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女生，然后陈曦就变成她其实是非常聪明的演员。对女性工作人员指控，尤志伟站紧急伫面册回实咧，强调可能是成长过程、甲家己的性格，致使对爱情甲人际关系处理失当。试探的过程当中，伤过着急，伤过直接伤害一寡人。发现家己原来是这么害人，对所有做唔到的代志，真心向这女性回实咧。新戏地角里长特别放送，尤志伟也是导演之一。压出性骚扰事件了后，剧组自己暗时紧急发出声明。唔甘事件受伤害人，佮感谢天职，已经将尤志伟除名，佮删减柯杰辉的戏，希望犯错的人勇敢面对家己的错误。当下也可以请求去调阅监视器，或者是询问在场的友人能否作证，甚至是我们事后跟亲友或是身心科的就诊记录，也是一个佐证。律师表示，性骚扰事件是告诉乃论罪，由6个月告诉期间，受害者应伫时间内提出相关事情提告，呼吁受害者勇敢出面指认，才能保护家己，避免伤害。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个幼稚园老师18暗时伫咧新店的和平公园运动，却拄到一个规身躯烫白体的查甫人。虽然有互人惊到，不过也随冷静落来讨救兵。即马警方也当咧追查这个查甫人。妇女团体呼吁，拄到性骚扰的时阵，爱先保护家己的安全，社会大众也爱甲斗相共。你不要走！大声喊卖走，民众嘛斗相共捉人。18暗时有民众伫新北新店亲近和平公园运动，却拄到查甫人规身躯无穿衫，佮做出不淑的动作。民众虽然着青惊，毋过想到家己是幼教师，公园是家长会带囡仔来佚佗的所在，颠倒冷静落来寻求协助。对性骚扰的查甫人无要放伊煞。想到最近的一些性骚扰事件，就觉得我们不能就是放过这样的人，所以我停下来之后就先打110报案。已初步掌握犯嫌特征，目前仍持续扩大调阅监视器，以厘清犯嫌身份。性骚扰事件一直逼，4月初有查甫人趁酒醉伫台北捷运泸州站出口附近对查某囡仔性骚扰。经过警方追查，这个查甫人互人依照性骚扰防治法上班。根据警政署的统计，111年受理1113件性骚扰案件，其中女性被害人有1031人，占多数。妇女团体表示，若是拄到性骚扰，一定爱先保护家己的安全，再去进行反制。第一，保持冷静，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如果真的是在四下无人的状况，尽速离开，一定是跑为优先，安全最重要。如果真的旁边是有人的状况下，就是真的就是呼救。吴主任表示，要防治性骚扰，除了强化性平教育，还佫加强应对性骚扰的认知。社会大众应该爱做被害者的靠山，互被害者愿意寻求会当信任的亲友说明，唔通互被害者孤单无人援助。记者综合报道。观光的畅水器泰坦号载5个人参入去海底，看已经沉落海底的大船 Titanic。不过发生意外，已经确定5个人都已经过往。电影 Titanic 的导演卡麦隆就表示，这甲1912年大船 Titanic 的意外同款，拢是唔听警告。加拿大、美国、法国等真侪国的搜救队，伫大西洋的北边，正远的2万外平方公里的海域，要找观光畅水器泰坦号伫倒位。这5天海空做伙一直敲找，但是路尾嘛是以被告来收煞。死亡者哈丁达伍德的家属日以声明对国际社会援助表达感谢。这种载人的畅水器，业界的专家讲，搜救人员伫离泰坦尼克的残骸大约500公尺深的海底，发现畅水器的残骸。深海雷崩是一下就发生，是以毫秒来算，船内的人根本都唔知影迄当阵发生什么代志。It exploded inwards in a matter of a thousandth of a second, and it's probably a mercy because that was probably a kinder end than the unbelievabl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being 4 days in a cold, dark.confined space. So. 电影《Titanic》导演卡麦隆，较早为着要翕电影，捌33摆畅水到 Titanic 的残骸遐。观光畅水器泰坦号歹消息传出来了后，卡麦隆嘛真遗憾。伊讲，这和1912年的 Titanic 弄冰山沉落去同款，拢是无得听人的警告造成。This father and son on Father's Day, paid $500,000 to go down in this thing. Holy crap. It's just tragic and it's horrific and it's unnecessary. 前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学编辑纪连博士讲，出代志的这片海域是泰坦尼克1000多个受难者死亡的所在，应该奉严肃来对待，无应该奉当作是一个旅游的地点。伊阁呼吁伫海洋之门畅水器的事故原因调查出来进前，所有要去这个地点的行程拢应该暂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台湾伫咧中美洲的邦交国瓜地马拉，25要举行头一轮总统大选的投票。目前民调领先的2个候选人接受日本媒体访问，并表示会支持甲台湾的邦交。有学者认为，台湾甲洪都拉斯断交了后，巴拉圭4月大选是我台湾派的选赢。瓜地马拉的候选人也重视甲台湾的关系。中国则不继续伫中南美洲挽台湾的钓虾卡。
咱国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25日要举行总统大选，根据5月所公布的民调显示，团结希望党候选人67岁将第一夫人托瑞斯是以23%排第一，以21%对伫后壁的是捌担任国会议长、加驻美国欧盟大使72岁穆莱，将军事独裁者里欧斯的查某囝是排第3。Que no tengamos miedo, que este 25 de junio utilicemos esa arma secreta que es el voto para mandar ahí ese mensaje muy claro de que ya no queremos a la gente del pasado. 6 de cada 10 guatemaltecos son pobres y vamos a erradicar la pobreza de nuestro país con empleo, con programas sociales y con seguridad. 这届大选也引起日本媒体真注意。在洪都拉斯断交了后，是毋是还佫有台湾邦交国转向？根据日经新闻的采访，托雷斯表示，甲台湾加强外交甲商业的关系，嘛考虑新成立税制优惠的经济特区来吸引台商。穆莱是明确表示，若做当选总统，会持续维持甲台湾的邦交以及甲美国友好关系。亲台派拢占较赢面。连续2次的巴拉圭跟瓜地马拉的大选都由亲台候选人获胜的话，接下来中国可能在这个中南美洲的所谓的断交的作为，压力应该也会减缓。学者分析，对瓜地马拉来讲，甲美国的关系真重要。中国的经济承诺可能会跳票，台瓜有双边经贸协定。进前总统蔡英文到瓜地马拉访问，外国总统贾迈代嘛有来台湾访问，拢典型精分。若做25候选人无法度得到超过1万的选票，都由前2个关票的候选人伫8月20进行第2轮决战。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的总理莫迪当日访问美国，而且有伫参众两院联席会发表演说。印度是搁再强调要强化印太地区甲各国的合作，对抗中国。现场大阵住伫美国的印度的民众欢呼声中，来华府的印度总理莫迪甲美国总统拜登做伙徛上阅兵台，接受高规格的欢迎。尾仔2个都进入办公室1对1的会谈，搁举行联合记者会。暗时还有正常名流的暗面款待。另外，莫迪原来得到搁再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机会，这拢显示美国尽力要互印度活过来用心。莫迪这届上届实际受益就是生产记忆体元件的美光科技，宣布要伫印度开设半导体组装加测试厂区，总投资金额27.5亿美金。另外，美国喷射发动机制造业机翼公司要甲印度合作，伫当地设厂，协助印度军方生产喷射战斗机的引进。美国太空计划的重点之一，阿米提斯计划嘛，甲印度纳入合作范围。美国伫印太地区围堵中国防线，袂使欠缺印度这个南亚第一大国的参与。भारत और अमेरिका के बीच करीबी रक्षा सहयोग हमारे आपसी विश्वास और साझा रणनीतिक प्राथमिकताओं का प्रतीक है。不过，自从去年2月底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印度无插欧美的制裁，颠倒增加对俄罗斯的能源购买。进前嘛派代表团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强化甲俄国的经贸合作。对这代志，莫迪即届到美国访问，对西方国家一直伫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伊嘛无加做表示。भारत ने डायलॉग और डिप्लोमेसी के माध्यम से इस विवाद को सुलझाने पर जोर दिया है।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stable despite the pressures that have always exis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thers to restrict, if that is the right word, restrict our relationship, defens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印度分析家认为，印度甲中国毋若一届发生边界冲突，双方有基本的矛盾，甲美国合作抵抗中国，这应该真自然。不过，印度国防无亲像日本、韩国甲欧洲完全歪曲美国，所以维持甲俄罗斯的关系符合印度本身的利益。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国内已经无欠粮，不过要是一直有为外国进口。业者表示，进前进口粮有拍契约，所以也一直进货鸡卵入来。也因为国内鸡卵产量稳定，价数也比进口卵较俗，这款进口的鸡卵可能就要了钱买。为产地送来国产鸡卵无经过洗，头家真细致将垃圾的所在切清去。最近国产卵用货平稳，价数落落来，买起也对咧落车。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夸张，就是一定要买到袋。现在反而就是都顺顺的买这样子。
超市内底货源也正充足，价顶悬是国产卵较济，伫欠卵期间，虽然政府全进口的进口卵价格较俗，毋过真侪人拢讲，也是国内较好食。只是口味跟里面的养分而已啊。对啊，那是不是进口的跟国产的，我一定是选国产的东西啊。大家都我们的基隆这么辛苦，但会比较便宜一点，你还会选进口蛋？不会特别选择，因为那段期间没有维持很长。即马国内鸡卵将会平稳，亿元户进口卵来台湾，农委会表示全进口政策无变，会照国内产销供需状况来调节。不过农商表示，国内鸡卵产地批发价一直咧落地，未来进口卵统计销售出去，或者是了钱。在台湾本土自己的产地价就800多块而已，可是当初那时候签约的进口蛋，应该一箱的这样成本换算过来，可能差不多才到1200左右。如果市输的话，可能都要赔蛮多钱。进前卖场被检测出进口卵生菇，是毋是已经伤过济，无适合进口？农委会解释，进口数量甲排定会动态检视，以外会保留进口量能。若未来欠卵时阵，才甲国外供应者直接对接。记者综合报道。黄斑部病变是袂少时大人目睭定拢有的毛病，尤其是这几年使用3C 的产品，嘛出现少年的患者。传统治疗方法需要每2个月就走病院，请医师来注射治疗，而且佫有感染的风险。刚建议即阵开发出一种药水，只要滴伫咧目睭，就会使治疗黄斑部病变。现代人生活中已经离袂开3C 产品，造成目睭毛病愈来愈少年化。刚建议研发出专门治疗黄斑部病变的药水。比过去传统由医生直接对病患目睭注射是加真方便，目减少感染的风险。针就是直接往你的眼睛去迈进，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治疗方式。所以基于这样子的方式，那我们就想到说，用眼药水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来取代这样子的技术，所以让它可以达到一个有效的传输，又是安全，然后剂量又是很高的眼药水产品。另外一台亲像翕相机的机器。只要直接对目睭，透过内底超过10万张的影像，训练出 AI 辅助诊断系统，会当来侦测糖尿病患者目睭底的状况。只要你眼底图一放进去，它在3秒内，甚至更快1秒钟，马上就会把病症的位置直接侦测出来，告诉那个医生，其实那个位置在哪里。目前黄斑部病变药水已经得到台湾、日本、欧盟等等国家专利，而且进入到2期人体临床试验。未来真紧就通帮助黄斑部病变患者有更较方便的治疗方式。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台南市环保局的总金告二馆原本是移民署的厅舍，即阵设一个亲子教托馆，典藏环境相关的册。伫咧外口也用回收的废弃物做大型的装置艺术，真侪民众趁电价来接行搭。有古做兔仔，佮有大型猫仔的装置艺术，城民众趁廉价来拍卡翕相。台南市环保局的总金国机关，互人讲是全台湾上水的公家机关，因甲回收的废弃物佮重新利用，家家变成囡仔故事的场景，那是佚佗的好所在，嘛兼宣传环保的观念。回收回来的保丽龙，里面是保丽龙啊，外面是用我们的影印纸，我们局里的回收纸半浆做成的。不好意思抬头，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材质蛮好的，蛮好拍的。然后刚来这边逛的时候，有发现说这边的就是一些装技术的材质，它是用一些比较再生的材质做成。为了要减少粪扫量，环保局伫咧民国90几年设总金国资源再生馆，到达满20栋，就要因接管移民署无咧用的空间，家家变做技馆，正做中国旧家具的展示场合。行入内底会使看到古早无冰箱的时代，放饭菜菜图啊，嘛有日本时代的铁马，民众讲互因真少年。无爱牵出来，到尾阮搁订精修，订磨。订油漆，来了，做成一种新品安尼。爱护环境对源头做起，一楼除了展示中国的家具，毛设亲子活动区，提供环境保护相关的册，互大家来看。环保局讲，按算伫咧年底进前，会个规划环境教育的展览，提醒大家爱护环境的意识。记者李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
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五岛地区27度到32度。接落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再会。